写下文签名，休求嘅黃金樹文曉逢春，行義新傳世，普言楊梅百公講客家人，本樣天神蒙陽教太行義基德，是燕強轉彎內通技術支持。叔叔改起唔大年，小皮變成拍槍樣，做好 QQ 黃金裝。千多年前，就啲阿妹有中一年一數嘅叔叔，改起來後，每位啲買菜嘅時節，拿去夾貨鄉下買，福卡下巴嘅，也會煮來食。但係我一直都冇看上眼，全唔識試食看看，也唔知味道係樣辦。直到去年嘅1月，第100嘅福同市會中，啲在食堂頭度，食到金黃色 QQ 粉粉嘅一種樹嘅，味道又是的，強烈的，又吃到有點嘅像番薯，唔過番薯冇按 Q， 韓國啲東岸有一條筋，確定唔係番薯。食材就一神奇，生筋口，感情好當好食。鹽是滿順頭嘅講史前賢，張老愛講係黃金叔叔，就係安利100人講嘅叔叔，冇想到歷來一大件，按好食有營養嘅東西，竟然就喺我嘅身邊，食材就下歐巴和西巴。叔叔有按到木薯，係印尼當地嘅日常料理食材，本相片係作者曉逢春提供。印尼新出名好薯泥，阿妹市場賣薯嘅，來老阿妹教乾了後，就一直老阿妹買，發現佢唔但將買來煮天天，竟然係做真好食嘅薯片，專門各本新出名店嘅，幾日就會去郵局寄，收到通台灣去，難怪買嘅量咁大。包米記沙講。用天花檔做得冇，直接送家屋下去，一門爭地，佢就代理菜園當權嘅位所，忙啲hand卡方便，唔是從特別再轉來，真見係身體出手最遲嘅。就按樣開始，過後阿妹也唔是再去市場買咧，有講愛嘅時節增改本記，100聽50斤以上。超過嘅每週稱全數已經賣40口，做得賣2000口以上，阿妹歡喜樂天。唔過改薯嘅食材真辛苦，開始採薯係9個特年，天時含清涼冇暗熱，感覺就卡髒，慢慢地5、6月日頭當辣就真艱苦咧。尤其100愛改按多，食材就冇按改。近排我就會鄉下去聽改，尤其阿伯薯改到起泡，細薯長啲通燒阿妹愛拿。也下7月咧，前幾日改特全部交本記，今年總算做完工咧，愛等過特年爭有咧，想嘅也都辛苦嘅工種人。種嘅農作物愛記下雜熱，甚至幾年爭有好收成。東岸還有千多無法度控制嘅天氣變化。像亞伯嘅開米風采，南部樹在嚴重，連阿妹種嘅苦瓜是長當大，當有好食，風采過後，沙時嗆，也未係無奈何嘅事情，唔過還係有好處啦。萬那嘅水庫水全黏咧，可見天做事自然有佢嘅道理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